台南市把透南城城市展对市长黄伟哲伫试营运期间亲自开箱，到7月正式开展以后，就有侪市民甲国内外游客参访，嘛去袂少政府甲民间单位的观摩。一个月来已经超过1万人好评，嘛算是一摆成功的台南城市外交。所主办单位都发叫谈暑假热潮，第二波加码。推出民众只要伫现场传相片打卡，就送限量纪念版的3D 明信片加纪念cré信，嘛成为台南市百值得收藏的好物。那我们透南城城市展哦，那我们从7月5号开始到9月1号的展览期间，那我们现在目前起来大家大受好评，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多来参加，所以我们第二波宣传是只要能够来到我们现场，然后有打卡的民众，我们都会送3D 的明信片，还有我们透南城的折扇，那这个部分就是欢迎大家能够踊跃的来参加。好，我们周5到周日的期间也会有儿童导览，那欢迎爸爸妈妈能够带小朋友来了解我们的台南的我们的文化历史，然后一起关心我们台南的发展。也被参与的民众登记到9月1号，特别是每礼拜5、拜6、礼拜上午，馆内也有儿童专属的导览活动，全程免费。不过每一场名额有限，要赶紧上透南城网站预约报名。台南新闻阮子何乔邦采访报道。